亲像伫安那天里，就是现在就要什么开始实行了，不是讲天好到安那，以后才要实行。好，各位有没有常常搬家？有没有搬家的经验？吼，即马搬家吼，搬家前吼，我即马我住的所在，不是讲我即马好啦，比喻好不？比喻啦吼，比喻假设我现在住的房间很乱吼，乱到要死，我家己的房间乱得要死，啊，这不是比喻哦，好，这是真的哈。我的房间乱到要死吼。啊，即马吼，有人讲啊，陈牧师要给恁换一间吼，较看较水、较新的，吼，啊，我就心内咧想讲，好，等我换到迄间吼，我一定要安那，要甲迄间安那，哦，整理甲做好诶吼，要互伊维持甲安那，做清气、做整齐安尼。我的房间乱啊，毋过无清气啦吼。虽然混乱，可是很干净，安尼听有无吼？好，各位兄弟，啊，毋过我即摆即间安那乱七八糟，无咧整理啊。我到迄个新的迄间，敢会整理？你拢摇头，你们不相信我，因为就是不会嘛。我现在旧的这间会多乱，我以后搬到新的那一间就怎么样？就会多乱嘛。只是这边是旧的乱，那边是新的乱嘛，更乱了。所以讲，我若要伫迄个新的房间，要清气整齐，我当时爱开始啊。我即马伫我即间旧的乱的房间，我就爱开始安那整理啊嘛。我若无即款整理的习惯，我到新的迄间嘛是安那，嘛是乱七八糟啊。一样，各位兄弟，咱即马活伫这个世上，我们会不会上进天国？都无人回答啊？会不会啦？啊，毋得靠有信心的，会不会？不要一个脸啊呢，会吗？我们都会在天国再见的，对不啦？是不是啦？你们不太有把握呢。所以咱即马活伫这个世间，就爱亲像安那，伫安那天灵啊。我们即便活在这个世界，就要仿佛我们已经在天国了，已经伫上帝国内面啊。你得爱清楚，伫上帝国内面是什么款的特质。伫遮来讲，会充满欢喜，会充满本来打扫的，会变成安那丰富，对不？有缺陷的都怎么样？复原。所以的圣公，咱即马伫这个世界，有很多咱感觉咱家己是无够的，咱感觉咱家己是有缺点的，是做无好势的，是无受到好的对待的。即便是这样子，爱相信我们在上帝国，这一切都会变成什么？很好，对不？所以我们就等而已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咱即马就迄个心安尼激励，好，你即马对我无好，无要紧，我要听好。即马等，到迄天我啦，退回来，不是啦。你现在就可以怎么样？现在就可以退回来啊？不是啦，你现在就可以过一个仿佛已经什么，伫上帝国的日子。所以讲，兄弟，你若相信，如果你相信，你相信上帝国是充满公义的，你即马就安那过公义的生活。你相信上帝国是充满慈爱的，你即马就安那学习嘛，真做慈爱的人，是不是？咱若无安尼去学习，等我们上了上帝国会怎么样？会不习惯呢，会完全无法适应。所以各位这不是末后的事情，这不是以后的代志，这是今嘛基督徒咱的生命在开始
去学习的。你若相信讲伫上帝国的是上帝对咱是宽容的，是宽恕的，是和善的。啊，咱即马咧，大家开始安那宽恕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啦？所以你们有没有原谅我？原谅很多次，要70个7次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各位兄弟，当咱咧看以赛亚35章遮，讲到以后会安怎？各位兄弟，唔通想这是以后的代志，这就是即马咱得爱用咱的性命甲展现出来。所以虽然我即马摆骹，我等一个行路嘛，无爱互你看出来，怪怪。就算那个是末后的情景，各位兄弟，就算那个是末后的情景，因为咱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咱心接信心的开咱，咱即马大家开始甲挖出来，好，尝试把它实践出来。这个就是基督徒，咱伫这个世上应该挖出的款式，就是亲像在讲末后复兴的情景，就是咱即马爱挖，好，不是等以后，各位兄弟，是现在就开始，让当心来祈祷。